在过去的岁月中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都会事先取火，而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只有石英木、铁片以及干草。你现在所听到这首歌，距离我们的年代将近有500年之久，是感谢我们的造物者萨拉班尼达嘎奥所演唱的。台湾族的人透过火与烟，达到与天神及主灵的沟通，告知天神以及主灵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需要你的眷顾。所谓的干草，就是利用雀榕的树皮压制而成。另外，族人为了表达对天神的感恩，会用山猪肉以及酒来表达谢意。除了感谢天神之外，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主灵。第一杯，我们要敬天上的造物者，愿你降下恩典，庇佑族人。第二杯，敬所有的祖先，请时时刻刻眷顾我们后代子孙。第三杯，敬所有的神灵，如果有惊扰，敬请原谅。妇女们插上芒草以及野草莓，代表将恶灵都能够驱除出去。芒草的叶子代表的是刀，能够将恶人砍死；而野草莓的刺代表的是矛，能够附着在敌人以及所有恶灵的身上，将他们能够刺成重伤。而妇女们佩戴的花草，除了有驱虫以及避日的功能之外，另外也不要让恶灵能够看清他们的脸，以免遭到不测。母亲一针一线为女儿缝制嫁衣裳，期待结婚当天看到女儿靓丽的风采。妇女是部落重要的支撑，在台湾原住民当中，台湾族的平权制度是最为特殊的方式。妇女们除了要去上工作之外，另外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务都是主要的工作。当一个妇女结婚之后，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家里弄好，尤其是织布以及为子女们织成漂亮的衣裳，是其最重要的工作。
取名字是人生重要的大事，是加入部落重要的第一步。有了名字，族人将视为你是我们的一份子。今天我们的女音就叫做 Cerdas， 意思为太阳在照耀的意思。大家都这么开心，你们两个来教训我吧。只有在公开的场合中，男子才会尽情表现自我的能力。感谢头目能够眷顾，并且能够让我们聚集在这里。
下的朋友们一起打拍子好吗？小朋友的玩具有蜻蜓，以及踩高跷，以及竹枪。陈曼的指头流血了，生命受到了威胁。头部将被这么大的小女孩埋起来，而且头露出来，
家属们相当的愤怒与不舍。头目有权利杀人吗？头目怎么跟狮子做？管的，并没有说什么，你管。头目说可以乱杀人，并没有说什么，权利乱杀人什么？凭我们是头目就被杀了嘛？你管的，把你赶这里，走，你们走，走，走，因为这件事情，族人决定要另寻自己居住的新地方。这个小田哦，真的吗？我也觉得这里很不错哎。对啊，这里风景很美，看这个石板上好闪耀。真的。月亮照在石板上的时候，应该也很像萤火虫吧？然后我们要住在这里吗？看大家的意见喽。好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取名叫什么呢？因为太阳照在石板上很闪耀，所以我们就叫它顶楼板。